我回花莲之前啊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花莲啊，真的。我会想说，因为台北生活过得好好，还蛮开心的。然后在回花莲之前啊，我就去参加朋友在台东办的一个什么创作营，然后台东风景很好哦，靠海，就是它刚好是海边嘛，就靠海边。然后我一下车他们就说啊，那就来先过我生日好了，就是一个朋友的生日，然后就开车开我到海边，这样还带蛋糕就去海边，真的是太浪漫了。那个海边海风那么大，然后那个都是沙子啊，但是大家还是很开心，还唱啊，就祝你生日快乐，然后那个月亮啊就很大，然后那个月光有没有的倒影在海面上，就很像那个很像漂亮的项链有没有一闪发亮这样。然后那朋友就讲说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这边是因为他要跟我讲说台东有多么的棒，这样我说我跟你讲哦，夏天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海边游泳，就是没事啊，没事的话就去海边游泳，然后有的时候就烤肉嘛，反正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吃东西这样。然后我就想到说啊，怎么这样子？因为我在台北，如果要游泳，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现在是呢。我要花250块，然后到游泳池去泡有没有？然后游泳池又有那个绿的味道，然后整个头发都是，身体都是。可是他们不用啊，就是吹海风啊，就泡那个海边的那个水，多么的棒！我说你可不可以分一点那种大自然给我们？而且我们的月亮都被挡住了，有没有？然后我就在想，我什么时候可以有一天我也可以过那么。就是自在的生活啦，不用好像被那个绑住这样，到哪里都被绑住了。结果没想到1年以后我就回花莲。可是我偶尔上来的，我还是觉得台北很有趣啊。因为我有时候搭那个6点，就大概你上下班时间6点6、7点，然后搭捷运有没有？然后大家挤在一起啊，我觉得很开心哎，因为我很少跟那么多人挤在一起啊，有没有？你的那个脸啊，躺在你的胸怀，然后挤到下一站，很像是阿姨呢。